喺臨床上邊，如果中醫話俾你聽，你有氣滯，咁其實英文叫做咩呢？不如我哋今日嚟熟習下一啲常見嘅中醫診斷嘅專有名詞。氣滯英文叫做 Qi stagnation， 氣逆叫做 Qi rebellion， 氣虛叫做 Qi deficiency， 血瘀 blood stasis， 血虛叫做 blood deficiency。Yin deficiency 即係陰虛 ，Yang deficiency 即係陽虛，咁仲有係陰陽失調 ，Yin and Yang imbalance。濕痰亦都可以叫做痰濕，叫做 phlegm dampness。風寒叫做 wind cold invasion， 風熱係 wind heat invasion。咁仲有濕熱係 damp heat accumulation。有啲專有名詞我哋用嘅時候要精準啲。譬如 Qi stagnation 就唔好譯成 Qi congestion， 因為 congestion 意思即係一個物理上面嘅阻塞，唔係中醫嘅概念。咁 rebellion 咧就係我哋講緊嘅胃氣上逆，亦都係胃氣 rebellion，stomach Qi rebellion。中醫嘅臟腑概念咧唔等同現代醫學嘅 Western anatomy， 即係解剖學。譬如 spleen。喺中醫藥嘅角度，唔等同現代解剖嘅脾臟。脾臟嘅功能喺中醫嘅角度咧，係可以造血啦、去濕啦，有消化嘅能力。但係現代醫學係有另外一啲角度去詮釋呢個脾臟嘅功能。有機會我哋再傾多啲。